你22岁，你晓得开房会发生什么不？知道。之前男朋友，讲了算了。你说你不是自愿的，啊？你开房是自愿的不咯？半推半就。什么叫半推半就了？我看你监控里笑得蛮开心的。那个时候他对我怎么样？我比较喜欢亲亲，就是说好帅好丢人啊？就你，啊，好了，打个话了，坐了。叫什么名字？什么事情晓得噻？知道。把事情经过讲一下。昨天我朋友敬了一个女生的酒，让她到我们台上玩，就这个。然后我问她有没有男朋友，她说她没有。我跟她亲嘴了，她说她挺喜欢我的，说让我跟她谈。有点颜控，他一直在这姐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当时有点兴奋。你当天是否清醒？有没有醉酒？没有醉酒。他问我晚上去哪，我说回家。然后我问他可以和姐姐一起飞吗？他说可以啊。姐姐，我可以带姐姐回家吗？我来当你男朋友好不好？然后他就说我去订个房。我说出去开房事，然后我们进去了，先洗着走。他说他是第一次。他拒绝了你了没？他还想碰我，因为我抗拒了，我大叫，然后我就直接说，我说你滚，然后给他气坏了，他说那你睡吧。他绝对是自愿的，我绝对没有强化的。就是他中间有和我亲热，他就是那种很装的，然后我又没有继续了，然后我就把房他走了，然后把房退了。你就拿他东西没有？走的时候？没有。想清楚了？没有。那别人讲他有东西不见了，我真不知道。鞋子没拿？没有。讲清楚这个了，拿了就拿了，收了就收了，我又没说你偷他的东西，到底去哪里了？鞋子？啊？我给他放在空调那里了。我给他放在空调那里了。空调外置上？为什么放空调外置上呢？因为我很不爽，就感觉我骗我。他骗你什么了？